無論你用緊幾高級嘅器材架，定係幾發燒嘅喇叭，如果冇做足避震措施，佢嘅優點特色始終都係難以發揮嘅。波仔響介紹 Wilson Audio 最新版本 What Puppy 嗰陣咧，就已經提過一套 Wilson Audio 嘅升級釘腳。呢套釘腳咧叫做 Acoustic Dialogue。咁今次波仔就想透過視頻向大家展示一下點樣將 Acoustic Dialogue 裝落去 What Puppy 身上啦。Acoustic Dialogue 其實係由4個組件組合而成嘅，咁啊包括一個主體啦，一個 Dialogue，咁啊由不鏽鋼同埋 Wilson Audio 獨門嘅 V 物料所組成嘅。大家見到黑色嘅地方咧，就係 Wilson Audio 嘅 V 物料啦。咁啊佢嘅上方就係一支絲衫，下方咧就係一枚不鏽鋼嘅釘腳加一個不鏽鋼嘅絲帽。咁由於 Wilson Audio 嘅坐地揚聲器基本上咧都係屬於重型設計啦，咁啊波仔強烈建議大家咧就一次過買埋 Wilson Audio 呢一套積。呢套積咧基本上咧係適用於所有 Wilson Audio 喇叭嘅。成個安裝過程其實非常之簡單，咁啊只需要將 Wilson Audio 呢個積咧就推入去 Puppy 嘅底部，慢慢將個 Puppy 積起咗之後咧就鬆咗原裝嘅釘腳。咁跟手就可以將 Acoustic Dialogue 扭翻入去 Puppy 嘅底部嗰度噶啦。先做前面呢兩隻，做完之後咧，將個積褪翻出嚟，就試入去後邊，再做埋後邊嗰兩隻。唯一要注意嘅就係升起嘅積同埋降落嗰陣咧，會唔會喐咗個擺位？基本上成個更換過程咧，20分鐘內就可以完成噶啦。完成更換之後咧，坐翻響自己嘅皇帝位度一聽，保證你有一個意想不到嘅驚喜。順便提埋大家 ，Wilson Audio 嘅 Acoustic Dialogue 咧係有唔同嘅規格係可以俾大家配嘅。除咗原裝嘅1/2吋13瓦，仲有 M8、M10 同埋其他規格嘅。咁啊，大家可以依據翻唔同嘅喇叭或者唔同嘅器材架，訂購相應規格嘅 Acoustic Dialogue。有關 Wilson Audio Acoustic Dialogue 嘅其他細節，歡迎大家致電 Hi-Fi Gallery 影音科技查詢。多謝大家支持，下次見。